選民應該批准新嘅地方稅嗎？屋崙市正喺度削減人員配置同服務，以便控制好約1.29億美元嘅赤字，並且喺6月底之前實現平衡預算。接住2年本市下一個財政預算亦將面臨類似嘅巨額赤字。屋崙居民需要繳納多種稅收，包括物業稅同銷售稅在內。屋崙居民目前要繳納10.25%嘅銷售稅，其中包括7.25%嘅州銷售稅，同埋3%嘅阿拉米達縣嘅銷售稅。呢個提案提出一項新嘅地方稅，將銷售稅總額提高半個百分點至到10.75%。因此舉例嚟講如果你想買一樽售價10美元嘅洗潔液而呢項提案獲得通過，咁你將要多支付5美分。呢項稅收係一般稅，因此呢個提案唔要求將稅收所得用喺任何特定嘅計劃或者服務。呢個提案預計每年可以籌集2980萬美元。由於屋崙嘅財政狀況嚴峻，因此需要增加稅收，以避免進一步削減服務。屋崙市民應該拒絕加稅，直到市政府負責任管理好支出同制定預算，嚟贏得選民嘅信任。